好，讲到这个辣味的话呢，当然它的辣味就来自于所谓的腊肠啊，是，是腊肠跟肝肠吗？对，腊肠跟肝肠，然后两个一起哈。对，对啊，其实粤菜里面只要跟腊肠这个肝肠呢有关系的，然后去做成饭哦，哇，都特别的这个，就是让人就是没有食欲的人都会变得很有食欲哦，因为那个味道，我觉得我们华人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居然可以把香肠做成这个样子。对，没错。让我再闻一下吧，不得了了，这个味道。那我们从外面市场买回来的肝肠、腊肠，我会建议先蒸个5分钟。对，那它蒸出来的那一些汁，可以拌饭啊，或者是搅一些菜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棒。那么首先油之后，把炸过的蒜头及姜末让它爆香。还有这最主要的就是香味的来源就是这个红葱头。红葱头哈，不过一般红葱头不是都会切碎吗？我这次让它拍散，对我主要让它留整块的红葱头的味道。可是你今天的蒜头反而是已经是爆过的吗？还是？已经炸过的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已经先处理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爆香之后，先下我们的辣味。稍微让它编制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腊肠已经先蒸过了。对。雨辰在这边顺便问你啊，你看我这个额外的啊，再问一下啊，就是说像我们很喜欢吃这种饱饭的话，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的肝肠跟腊肠，我们是直接就是放在饭里面一起去煮吗？还是说先蒸了之后再放在煮熟的饭里面去拌会比较好吃？先蒸饭。之后再放进饭里面。哦，等于是两个是分开的，对，而不是说把这个肝肠跟这个，然后蒸好之后放到饭里面去煮。对，因为蒸饭的时候，蒸饭它会有水，那水的话就容易把它的味道稀释掉了。对，到时候你的饭很多这个腊肠的味道，可是在咬这个腊肠的时候，可能就不好吃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问呢？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很可爱哦，他就是自己喜欢做实验啊，然后呢，先我们下芋头。哦，好，先下芋头，结果他煮出来这个辣味饭呢，我实在是再怎么饿，我觉得我都吞不下去。然后我觉得那个叫做肝肠寸断啊，整个那个肠子都就是不像你那样一片一片很整齐啊。你下一点水，让它慢慢的煨。因为芋头它会吸水，所以我们水的话大概要放稍微，跟芋头平行。稍微小火让它煨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放蚝油。粤菜也很常放蚝油哈。对。那我们用酱油膏可不可以？因为有的人他家里不见得有蚝油啊。像我们台湾人的话，可能做很多的料理呢，我们很喜欢用酱油膏嘛。是。用酱油膏也是可以。是可以。其实我们在台菜就是常用的就是酱油膏，那在粤菜的话就是常用就是蚝油。那其实它们都是一样，有一点咸咸甜甜的味道。对。差别就是蚝油它可能就是用生蚝去把它提炼出来的，那酱油膏的话就是素的啦，哈，纯素的。对。我们加一点点的鸡粉。那我们稍微让它煨煮一下。好，结果我朋友在煮这个辣味的饭给我吃的时候啊，我实在是就是念在他的一片诚心之上啊，我试吃了一口啊，我一心想说，哇，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这个辣味饭。辣味饭。后来我就问他是怎么做的，他就说，不就是全部一锅到底吗？我洗米洗好了，水放进去了，我就把切好的这个全部都放进去了，回来我就煮成一锅了。所以观众朋友想要做这个辣味饭的话呢，千万要记得我们以前交代的，一定是要把这个肝肠啊，还有这些腊肠呢，先蒸个5分钟。对，没错。哦，然后甚至我们煸过可不可以啊？煸过可以，可是我比较硬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它蒸过的话，因为它主要它的那些汁会流起来，对，那些汁其实拌在辣味饭里面再去做调味是非常棒。哦，所以等于是把煮好了饭再拌上蒸好的这个，对，那个肝肠这样子啊。我们芋头稍微让它煨，让它让芋头吸进有汤汁里面。
还有朋友也是很关心的哈，我们不管在做咖喱鸡啦，或者我们在煮这个芋头料理的时候，会发现怎么煮出来我们的马铃薯也糊掉啦，芋头也糊掉了，这些东西都糊掉了，那可能就是要像雨辰这样子的一个步骤。记得火不能大。火不能大，而且我们这些芋头啊都要炸过，对不对？对，让它有一个保护层。等于它是固形的吧？是，没错。那差不多芋头都吸进去它的汁之后，我们就下椰浆。那下完椰浆就是转大一点的火，让它去浓缩。这个椰浆是很南洋口味哈。在粤菜里面常常会用到椰浆吗？粤菜里面除了西米露以外，基本上椰浆是比较少的，比较少嘛哈，少去用到。所以你反正又把它变成你的独特的口味就对了。对。不过我觉得椰浆跟这个芋头很搭，很搭，非常搭。尤其我们喜欢吃这个西米露椰汁西米露的人哦，它一定里面有芋头，也有椰汁嘛哈。所以这道菜其实已经完成一半了吗？已经完成了。已经完成了。对。现在只剩下我们的饭，对不对？对，剩下我们的鱼。不是还有一个饭吗？哦，那饭是我等一下蒸完鱼之后，我要用这个做一个我都已经搞混，因为我刚刚一直跟你讲说那个腊肠、肝肠跟饭，其实他今天做的这个肝肠呢是一个煲类，是没有加在饭里面的。饭是我们待会儿这个龙胆石斑鱼要泡饭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这已经完成，就表示我可以试吃了。这是泰国香米是吧？这个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一般的米。这一般的米，可是你怎么处理过的？我先把它蒸熟，蒸熟之后我水分不蒸多，就是稍微让它有点干干的，然后我下去炸，高温炸。那我们自己在家要怎么处理？也是一样。剩饭最好用剩饭。剩饭。隔天的剩饭。隔天的剩饭去炸。对。